曾蔭權因為爭相勾結而要到立法會解話，全程有14個議員向佢質詢，當中包括建制派保皇黨議員，好似極少提出質詢嘅霍震霆同埋黃宜弘都有問問題。政府點解決定以低廉嘅租金呢出租俾個軍火庫作為酒窖之用呢？咁當年有冇份參與嘅決策？如果有冇申報同埋簽康信呢方面嘅關係呢？當其時咧係做政務司司長，係冇參與批約呢個決定嘅。你喺審議佢嗰個呢個加價嘅時候咧，有冇申報利益？因為你同佢係有友情㗎嘛，係嘛？即係唔需要，因為你係你嘅朋友而需要申報利益呢件嘢。我頭先所講咧，呢啲問題咧，但係呢一個西隧海底加價係唔需要行政議員批准嘅，唔需要批核嘅。但係咧，行政會議有個規矩咧，就係即係朋友嘅話，冇利益衝突嘅時候咧，我哋通常係唔需要係申報利益嘅。一眾保皇黨議員喺立法會上所問嘅都係啲軟弱無力又不着邊際嘅問題，令曾蔭權可以乘機為爭相勾結開脫，同時亦都減少咗泛民議員喺答問大會上質詢曾蔭權嘅機會，一於小罵大幫忙，放生曾蔭權。但係市民呢就唔放過佢，喺星期六嘅反小圈子遊行中，勢必會加入倒曾嘅議題。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